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屯門利嘉閣 Stephen，今日同大家嚟聽呢個屯門浩盛大廈嘅極高層嘅單位。單位實用面積283尺，一入門口有一個好大嘅全身鏡。呢個單位本來係可以做成兩房嘅，業主為咗追求更寬敞嘅居住體驗，將成個單位做成一個開放式嘅設計。所以你會見到成個單位有5-6個窗咁多，加上呢個單位係極高層嘅，所以境外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，採光同埋通風更加係好到非常啊！我哋去睇睇個廚房，廚櫃同廚房設備都好新好齊全，洗衣機放咗喺浴室嘅隔籬，仲做咗一個好大嘅置物架，可以放好多嘢。跟住去睇睇個浴室，浴室嘅設備都好齊全，而且裝修都唔錯，仲有一個好大嘅窗添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採光通風一流、極高層、遠景開揚嘅單位有興趣嘅話，隨時聯繫我。我係屯門利嘉閣 Stephen。